大家好，我係6A 班嘅何佳琳。今日同大家介紹嘅書叫《黃金台》，作者係倉伍冰白，出版社係天地出版社。圖書嘅分類係小説。呢本書主要嘅內容係講朝廷嘅鷹犬同埋一位戰功赫赫的將軍互相看不順眼，後來合作嘅故事。我最喜歡嘅角色係嚴霄汗，因為他唔同其他人一樣頭腦合污，他會為了自己嘅理想不斷前進，不放棄。我從中學會了，即使是喺困境中，也不能放棄自己的初衷。如果俾呢本書評分，我會俾9分。多謝大家。